光，一轉身已散失，捉不住影，一追趕便更深，前行仍無盡處。人間太大，萬個可能爭猜，算誰共你我相遇？誰路過都像迷離在鏡中片，無法憑道理將全貌看通透，變化不可探知，這一剎預感可否揭示？遇見可存在於死訊，線索不止到此，想改變歷史，改寫故事，命裏創傷，為何沒法制止？心早知扭轉結果，差一步身，偏偏不免跌倒，仍然難避苦惱。靠天意帶路，如若什麼都知道，誰又確保明日更好？變化不可探知，這一剎預感可否揭示？遇見可存在於死神，線索不止到此，想改變歷史，改寫故事，命裏創傷，為何沒法制止？回頭又可宣示？